今日想同梁同學請教一下《傷寒論》入邊一啲嘅原文解釋同埋一啲嘅字義。太陽中風，脈陽浮而陰弱，息息惡寒，息息惡風，嗡嗡發熱，病名乾嘔者，桂枝湯主之。入邊嘅脈陽浮而陰弱，其實係指邊一方面嘅嘢呢？診脈時，輕按診嘅係陽脈，深層觸診嘅係陰脈。陽脈浮就係體表有邪氣，而陰脈虛就係內臟虛弱。咁後面嘅息息惡寒、息息惡風、泣泣發熱、鼻鳴又係指啲咩呢？息息惡寒就係因寒冷而蜷縮身體嘅狀態。息息惡風係惡風嘅形容詞，就係俾水灑咗之後就會有怕風嘅感覺。泣泣發熱就係形容熱聚集於體表嘅狀態。感冒時有鼻炎而發生鼻鳴嘅聲音，由於表不得解而氣上衝。太陽經桂枝湯方原文入邊有一句係遍身節節，微似有汗者益佳。究竟入邊嘅節節係指咩意思呢？佢嘅意思係汗滲出嘅樣子，汗微微滲出。若一伏汗出病初，停後服。入邊嘅初係指咩時候呢？初係病愈咁解，即係如果服咗一次藥就汗出病愈，之後就可以唔使再服藥。若病重者，一日一夜服，周時觀之。個周時係指幾時嚟嘅呢？佢周時就係一晝夜嘅意思，即係如果病情重，就要一晝夜間持續服藥。服一劑盡，病症猶在者，更作服。其實呢一句係又係點解呢？如果服用完一日嘅劑量，病情未見有好轉嘅話，就可以重新製作藥物去服用。而佢呢度講嘅一劑，其實就係等於一日嘅劑量。禁生冷、黏滑、肉麵、五辛、酒落。入邊嘅肉麵係指邊一方面嘅食物呢？肉就係禽獸魚肉嘅食物，而麵就係小麥粉製作嘅食物。